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rdan 哥哥。影片開始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手畀個 like 先啦。啱啱收到嘅最新嘅突發消息啦，就係宏福苑嘅兩個新舊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，分別係現任嘅主席徐滿金啦，同埋舊嘅法團主席鄧國權，係俾廉署係拘捕咗嘅。不過兩個人被捕之後啦，就去咗廉署嘅總部嗰度接受問話同埋調查啦。咁但係咧，亦都先後咧咁啊離開咗廉署嘅總部噶啦。咁詳情我陣間慢慢再同大家去講，同埋同大家分析一下個詳情先。各位好，我係 Jordan，以前係一個資深記者，曾經喺唔同嘅傳媒機構同埋崗位嗰度工作，依家係從事緊自媒體同埋 production 嘅。如果你都鍾意睇我嘅製作，又或者鍾意我睇事物嘅角度，各位不妨 subscribe 支持下我啊！另外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，都係非常之咁歡迎嘅。好，跟住同大家講返個詳情先。3個禮拜之前，大埔嘅宏福苑就發生咗5級嘅火災，導致最少160人係罹難嘅。而喺今日之前呢，呢個廉政公署已經係拘捕咗12個人㗎啦，咁就包括工程顧問啦、承建商同埋搭棚嘅判頭。跟住消息指啦，廉政公署今朝早清晨嘅時分呢，亦都再行動啦，咁就拘捕咗宏福苑嘅新同埋舊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，分別係舊嘅法團主席鄧國權啦，同埋新嘅主席徐滿金。咁根據傳媒報道所用嘅字眼啦，係拘捕嚟嘅，就唔係話協助調查，係正式嘅拘捕。咁兩個人喺被捕同埋接受調查之後咧，喺傍晚嘅時分，即係頭先大概應該係6點零鐘啦，就已經離開咗呢個廉署嘅總部噶啦。廉署總部咧係響北角嗰度嘅。好，首先喺呢度咧，同大家詳細咁樣解釋翻呢件事先。首先，截至到我現時錄呢段片嚟為止啦，夜晚嘅8點零9點鐘，咁就呢一個政府嘅新聞處啦，同埋呢一個廉政公署嘅網站啦，亦都未有新嘅消息係發布嘅。由於冇相關方面嘅正式公佈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暫時所得嘅資訊咧，都係嚟自一啲傳媒嘅。咁我睇咗幾個唔同嘅媒體啦，都係用拘捕呢一個字眼嘅。但係拘捕咧就唔代表落 charge 嘅，咁所以暫時喺啲報道嗰度咧都未睇到有冇一啲保釋條件咁樣，係冇提到嘅。我綜合咗幾個唔同嘅報道，都係冇提到有冇保釋，定還是咧就咁將佢哋釋放嘅。另外，今次廉署嘅做法亦都係合乎翻廉署平常嗰個做法啦，就係咧會清晨咁樣去拘捕嗰啲疑犯。咁通常係朝頭早5、6點嘅時間啦，因為嗰個時間咧就係可能啱啱瞓醒，或者咧甚至乎係未瞓醒。咁喺呢個疑犯冇任何嘅準備之下咧，去拘捕佢嘅。咁由拘捕到離開廉署啦，就大概係12個鐘左右啦。呢個調查嘅時間咧就唔算長，又亦都唔算好短。大個時間都超過10個鐘啦，我相信廉署方面咧都已經問咗新舊兩個主席咧，就問咗佢哋好多問題㗎啦，已經。咁但係有冇揾律師陪同啊等等咧？我相信咧應該可能係會有嘅，咁但係報道入邊咧就冇提到。好，跟住落嚟講翻兩個主席啦，離開廉署嘅情況先。咁呢個新嘅主席啦，徐滿金離開廉署嘅時候咧，咁就回應咗少少傳媒嘅查詢嘅，但係佢嘅回應咧就只係講就話呢啲嘢就唔講得嘅，就唔好意思啊，同啲傳媒講。咁相對地呢位新嘅主席咧，佢算係比較大方啦。咁但係因為廉署嘅調查內容咧係唔可以向外面講嘅，否則咧就係會違法嘅。因為廉署調查嘅案件咧都有一個保密嘅規定嘅。就係受查嘅人咧，就必須要唔可以將調查嘅內容咧，就同出邊其他人講嘅。至於另外一位主席咧，就相信大家會更加關注啦。
就係法團嘅舊主席鄧國權啦。佢喺離開呢個廉署之前咧，就喺廉署嘅總部大堂嗰度咧，就足足逗留咗半個鐘頭之後先至行出去嘅。跟住大批嘅傳媒咧就上前追訪啦，就問佢有冇啲咩回應啊，或者可唔可以講兩句啊咁樣。咁佢都係咧揈手咁樣示意，就拒絕接受訪問嘅。咁但係啲記者就梗係唔會放過佢啦，咁啊一路再問佢嘢，佢都話誒冇嘢講咁樣嘅。咁跟住有記者問佢啦，係咪受到邀請去到廉署咧？跟住佢就點頭啦。咁但係再問到佢受到邀請嘅目的係咩咧？佢就回應就話唔知咁樣嘅。咁跟住另外又有啲記者咧就問佢會唔會覺得自己害咗好多人啊？咁佢就係話唔適宜講嘢咁樣去回應啦。咁另外亦都有記者係問佢：你驚唔驚啊？對於呢次嘅事件咁大傷亡啦，你會唔會同呢個罹難者嘅家屬咧係道歉啊？亦都有人問佢會唔會覺得內疚啊等等啦，佢都係冇回應嘅。不過從個衣着嚟講咧，就似乎呢一位舊嘅主席啊鄧先生咧，佢都係有少少準備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個身咧係着咗一件羽絨褸嘅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廉署嗰啲冷氣咧喺問話嘅時候咧，佢哋係會將個冷氣咧係開到好大嘅。咁啊，等你咧就覺得好凍啊，跟住唔耐煩啊，跟住就容易啲爆料出嚟嘅。咁呢位前主席啦，就唔知係咪有少少經驗啦，定有高人教路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就着咗件羽絨褸嘅。咁而睇佢離開時候嘅神情咧，都算係神態自若嘅。咁同埋咧，都係全程係冇戴口罩嘅。好，咁另外講翻啦，至於新主席咧，徐滿金離開嘅時候咧，咁就回應咗少少傳媒關於幾句啦。咁就唔涉及廉署嗰個拘捕同埋調查嘅行動嘅，咁就係講翻呢個業主立案法團之後嘅工作啦。佢就回應就話，主要咧依家就係幫一啲居民啦，做一啲善後嘅工作，同埋之前原本咧就會開一個大會嘅，咁但係咧就臨時就取消咗啦。咁啊，徐生咧就解釋就話，因為場地嘅問題。因為佢哋嗰個唔知租定借啦，就用咗呢個太和社區會堂，咁但係咧只係能夠容納到200到300人左右，咁但係有意出席嘅業主咧就比預期更加多，咁即係有意出席嘅業主咧就係超過300個嘅，咁由於人數係超出咗預算啦，咁所以咧就要另覓一個更大嘅場地啦，嚟到再去舉辦呢個大會嘅。咁今次呢兩位新舊主席被拘捕嘅消息咧，就應該唔係通過正式渠道咧去發布嘅，因為我頭先提過啦，呢個政府嘅新聞網啦，同埋廉署嘅網站啦，都係冇正式嘅公佈就話拘捕咗呢兩個人嘅。咁但係咧就可以由一啲知情嘅人士啦，就透過一啲非正式嘅渠道咧，去通知一啲傳媒高層嘅。咁唔知兩個人係咪保釋離開嘅咧？咁如果有保釋嘅限制咧，就會好啲啦。譬如可以限制佢哋離開香港啊，咁樣，咁就對個調查咧就會好好多啦。當然，起碼就減低呢個潛逃嘅風險先啊嘛。咁但係呢方面咧係暫時未有公佈啦，同埋冇消息嘅。咁另外亦都講返廉署嘅另外一啲消息啦，就係喺大火之後咧。呢個廉政專員胡英明咧，原定係要率團啦去卡塔爾嘅多哈嗰度，就喺12月嘅12啦到14號咧，去主持一個聯合嘅會議嘅，同埋亦都會同唔同國家嘅反貪機構嘅首長啦，就舉行多邊或者雙邊嘅會議嘅。咁但係喺宏福苑嘅火災發生咗之後啦，咁佢就取消咗個行程，咁留返喺香港咧，咁啊監督呢個火災嘅相關嘅調查工作啦。咁而嗰啲會議咧就會以視像嘅方式咧嚟到進行嘅。至於專員最近一次見傳媒咧，都要數返去12月1號啦。咁當時咧就係交代呢個調查進度啦。就係發現咗涉案嘅工程公司咧，就係用咗一個比較平嘅價錢啦，54蚊買咗2300卷嘅棚網，
咁但係冇阻燃效用嘅棚網嚟嘅。但係後來啦，當呢個中環發生咗火警之後啦，咁涉案嘅人咧就用翻100蚊去買咗咧百幾卷嘅有阻燃作用嘅棚網嚟到去魚目混珠。咁直至到今日為止啦，廉政公署就連埋新舊嘅法團主席啦，就暫時累積就拘捕咗14個人嘅。咁至於另外一位市民好關注嘅爭議嘅人物咧，就係前法團嘅顧問黃碧嬌，佢同時亦都係隸屬民建聯政黨啦，同埋現任大埔南區嘅區議員嚟嘅。佢因為之前喺呢個法團通過呢一個天價3.3億嘅維修方案嘅時候，係非常落力咁樣向啲居民勸票啦，被指係有份促成呢一次天價嘅維修方案嘅。咁但係暫時未有消息咧，佢係需要去協助調查啦，或者被拘捕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就聲稱話自己咧已經向呢個警務處啦，同埋廉政公署咧就報咗案，要求咧立案調查呢個事件係咪涉及現法團嘅瀆職。咁啊，相當奇怪啊！咁因為呢一個天價維修方案咧，就係喺佢任呢一個法團顧問嘅時候啦，同埋呢個舊嘅業主立案法團鄧國權擔任主席嘅時候通過嘅喎。嚟緊就睇下廉署啦，同埋警方會唔會有再進一步嘅行動啦，即係拘捕咧法團入邊其他職務嘅人士啦。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啦，就係呢一個黃碧嬌啦，因為佢喺之前呢個舊法團通過呢一個3.3億嘅天價維修方案嘅時候咧，佢嘅角色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所以我相信唔使好耐，廉署一定會向佢作出一個行動嘅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到咁多啦。未訂閱嘅朋友幫手訂閱一下，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。多謝晒各位，拜拜。